妈妈，我去同学家玩会儿了。好的，孩子，一会早点回来吃饭。知道了，妈妈。明明的妈，明明的妈在家吗？哎，开着大门又去哪了？哎，我一会再来吧。王奶奶，强子在家吗？我找他玩会儿。没在家，去他同学家玩去了。对了，你妈妈去哪了？怎么没在家？不会呀，刚刚还在家呢。我先回去了，王奶奶，下午再找强子玩。这200块钱，上回借你妈妈的，你捎过去。好的，王奶奶。妈妈，快醒醒！快醒醒！快醒醒！叔叔，我妈妈差点晕倒了，求你救救我妈妈！孩子，叔叔很忙的。叔叔，求求你，我力气不够，救救我妈妈！救救我妈妈！妈妈是我唯一的亲人了。快起来，孩子，咱们去救人。无名之辈，我是谁？忘了谁也无所谓，谁不是拼了命？